你平常去理发店那么贵，今天不用花钱。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受拉萨市城关区团委的邀请，来参加此次学雷锋的爱心公益活动。这次活动的话非常好，受到了很多居民群众的认可。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会组织更多的这种活动，希望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的拉萨变得更好。谢谢。今天我们城关区团委、城关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带领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团队义检和修想来到我们8号商场的这个广场，在这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月5号是学雷锋日，然后这整个3月呢都是学雷锋月，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和更多的社会组织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为我们城关拉萨的市民做一些贡献，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欢迎大家加入。抖音。